大家好，我係 Aiko 梁姑娘，係 Namespace 東北行健長者照護計劃嘅登記專員。喺呢度，我哋想同大家分享一啲我哋喺社區入面經常聽到嘅常見問題，並喺呢度同大家作出解答。東北行健唔只係一個醫療保險計劃，我哋更加係一個醫療保健服務提供機構。喺呢度，我哋會為參加者提供一站式嘅服務。喺東北行健，你將會有整個照護團隊為你服務，入面包括11個專業領域，有醫生、護士、社工、營養師、物理治療師、職業治療師、康樂活動治療師、居家護理協調員、護工、客運統籌同埋中心經理。每個團隊成員都會使用自己嘅特殊專長嚟評估你嘅醫療保健需求。我哋明白每一個人嘅需求都唔同，因此我哋會為每個人量身設計各自嘅醫療計劃。咁喺呢個護理計劃入面，如果你有任何需要，東北行健都可以為你提供服務。憑藉住呢種全面嘅照護同支持同埋貼心關懷 ，PACE 模式被全美國公認為社區長者護理計劃嘅黃金標準。以下呢，就係我哋喺社區當中經常聽到嘅一啲關於東北行健嘅常見問題。首先，東北行健究竟同一般嘅醫療保險有啲咩唔同呢？其實東北行健可以幫助你喺年長時喺屋企維持獨立生活所需要嘅一切，包括有醫療、社交活動、復健同埋各項你所需要嘅服務。我哋會幫助你喺屋企保持獨立自主，無需搬去護理機構。我哋都會同參加者嘅屋企人提供資源、培訓同埋支援，從而減輕參加人嘅家人同埋佢照護者嘅負擔，就唔使一個人嚟承擔所有嘅照護責任啦。我哋咧都會將我哋嘅參加者擺喺計劃嘅核心，所有嘅服務同埋資源都係圍繞住你嚟設計嘅。我哋會喺你居家養老嘅過程當中提供指導同埋支持，而照護服務就會跟住你嘅需求而不斷獲得改善，而係我哋會直接為你提供各項你所需要嘅服務。只要你有醫療上面嘅服務需要，我哋就可以提供協助，嚟確保你可以獲得你所需要嘅照護。舉個例子，如果喺你嘅東北行健為你量身設計嘅護理計劃當中，有任何方面你係需要嘅，例如話有藥物啦、非處方藥啦，或者食品等等，我哋都可以為你提供，並且直接送到你嘅屋企。有人都會諗，我係咪應該要等到更加年長啲先加入東北行健呢？其實東北行健喺你早期就加入就最為理想啦。因為咁樣，我哋團隊就可以喺早期嘅時候更加了解你嘅照護需求，規劃並且可以幫助你喺屋企保持獨立生活。你都可以喺健康需求變得更加複雜之前，就可以獲得完整嘅醫療、社交同埋日常嘅支援服務。我哋會喺你嘅每個人生階段陪伴、指導同埋支持你。照護服務呢，就會隨住你嘅需要而得到不停嘅完善啦。如果我嘅健康需求有變化，咁點算好呢？東北行健就會隨住你嘅需求，對你嘅護理計劃進行調整。因為我哋嘅服務就係以你為中心嘅，我哋會確保你喺居家養老嘅過程當中，隨時提供你所需要嘅各項服務。而有另一個常見問題就係，當我加入東北行健之後，我會唔會失去聯邦醫療保健計劃 Medicare， 亦即係俗稱紅藍卡，以及加州醫療補助計劃 Medi-Cal， 俗稱白卡嘅福利呢？其實係唔會嘅。PACE 嘅福利正正就係通過聯邦醫療保健計劃 Medicare 紅藍卡，以及加州醫療補助計劃 Medi-Cal 白卡嘅合作協議所提供嘅。我哋東北行健係一個涵蓋 Medicare 同埋 Medi-Cal 嘅計劃。社區當中曾經有一啲關於我哋加入東北行健嘅錯誤信息，所以我哋想藉住呢個機會同大家釐清誤解。有啲人被告知，如果加入東北行健，你就有可能會失去紅藍卡、白卡嘅福利，而呢樣嘢係完全唔正確嘅。事實上，加入東北行健之後，你唔單止會繼續獲得紅藍卡同白卡嘅各項福利，甚至你仲有更加多額外福利添。咁我係咪只有開放投保期間，我先可以加入東北行健呢？唔係嘅，只要你合乎資格，我哋東北行健就係可以全年加入嘅。
咁喺投保開放期間，亦即係10月至12月呢段時間啦，你可能會收到好多唔同嘅電話、郵件，甚至可能會有人上門同你介紹一啲醫療保險計劃。呢啲可能會令你感到迷茫，並且無從選擇。所以喺做任何決定之前，了解呢啲選項嘅真正意義就尤為重要啦。無論你已經係東北行健嘅參加者，定係你仍然考慮緊要唔要加入我哋，呢個都係幫助自己維持身體健康、安全同埋維持獨立生活嘅好機會。喺投保開放期間，可能會令人感到困惑，但係請記住，東北行健就係你長年居家維持獨立生活嘅好夥伴，而 PACE 模式更加係被全美公認為黃金標準嘅照護模式。如果你已經係東北行健嘅參加者，喺做任何醫療計劃嘅更改之前，請你先打電話聯繫我哋會回答你所有疑問，並且幫你了解所有嘅保險方案選項。而對於未來想要加入我哋嘅長者，我哋都好樂意帶你了解東北行健係會如何成為你嘅支援，或確保你嘅醫療同埋照護服務得到幫助。我哋可以幫助你保持獨立、安全居住在家中。如果你想了解更多資訊，歡迎你隨時致電888-981-8909，或者親臨我哋喺三藩市及聖荷西嘅2個中心地點。